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1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伫市政大楼结合民间的资源所实施的正电计划已经完工，而且进入试运转的阶段。秘书处表示，不但无开1仙钱，每一档可以当为市库加收入19万，所以市政大楼带头来做，希望会当带动民间拢来正电。市府为了打造阳光电车，积极推动太阳能再生能源来发电。其中，秘书处对去年4月开始通过审查，也伫永华市政中心停车场2边开始种电，由金马洲公司出钱设立720片太阳能板，有达到180千瓦，成本大约12万，一档总发电量24万度，已经完成试营运阶段。该公司每一档预估收入125万，在一档后就会当回本。同时，市府依照15%的回馈金，渴望为市府每一档带来19万的收入。所以，市府嘛呼吁民间企业甲客家拢来种电，而且3坪发电量，市府也补助5000块。那整个我们市政府呢，包括区公所啦，还有一些我们太阳市政府的一个屋顶，这样总共设下去也有大概34 mega 瓦，但是我们是把屋顶租给系统业者，那这样我们1年的租金呢，也可以收到2000万左右了。那我们很鼓励民众来设太阳能发电。那依据一般的一个市场的平均价主要我们30坪的面积大概可以设10 k 瓦左右，大概投资60万。那每年可以回收卖给台电的电价大概7万块，意思就是说8年就可以回收了。那又加上我们市政府的补助，1 k 瓦补助5000块，那这样10 k 瓦就5万啊。所以我们期待民众可以大力来设太阳能发电，那屋顶来种电。又可以有一笔额外的收入。市府结合民间的资源，伫无开1仙钱的状况，除了为使用超过20档的市政大楼再来额外收入，包括市政大楼成为台南集团责任的新代表。第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日本虽然拄经历地动的灾害，不过因伫建筑营造方面一直是咱学习的对象。40年前到台北打拼做建筑的陈百栋，伫事业有成了后，决定回乡进行的第一个建案，就特别邀请日本有50档历史的营造商合作开发，要伫中西区青坪基地打造一栋安全幸福的新地标。40年前，对台南到台北打拼的陈百栋，伫建筑业创业有成以后，决定回到故乡来起厝，并且住落来。同时，伊回乡投资的第一个建案嘛相当的慎重，邀请经营超过50档的日本营造来合作，希望伫中西区绝版的地段留下建筑新的地标。那我想日本的营建技术应该是比台湾有超过2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借由松下营造在台北的表现，然后邀请他到台南来。那我想这是我们台南的第一次台南并没有日系的营造厂进到台南来施工，不管是公共工程或私人的这个大楼住宅都没有这是台南的第一次，也是松下进台南的第一次所以我们都彼此很珍惜这个机缘，然后希望一起为台南这个地方能不能再做出一个很好的品质的一个大楼。这样。18号下晡，陈百栋的建筑团队嘛甲日本营造正式合作签约。伫典礼上，包括党娘嘛出来替后生背书，加上日本人来台南定期的大东顿时，嘛以日语、台语甲国语来演唱，祝贺建案的销售强滚。第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欠缺运动造成大块的问题，是现代人愈来愈常见的文明病。所以要安怎为青少年的时期就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已经是一项重要的议题。成功大学伫今年度研发出行动智能手表，甲云端自我健康管理平台，希望会当成为全台健康大学的典范。
在老师活力的带领之下，学生拢积极跳起有氧舞蹈。就连原本伫咧边仔的副市长甘顺泽、民政局长陈宗干、卫生局长林信铁以及新大校长苏慧珍，拢做伙运动起来。这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依照新大今年所研发的行动智能手表来监控，运动量已经达到标准。成功大学充分利用着科技的平台甲云端社群的力量。希望会当促进并支持学生自我的健康管理。成功大学很幸运可以有个完整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从这个所谓技术的开发，跟它主题的应用，以及它后端的连结，都是一致性的。对于整体的，无论是我们师生跟台南市地区民众的健康来看，我们串联一个新的平台。可以从及时的回馈记录里面，最后还能够直接从医学中心所有关键性的资讯来回馈，说这样的利用跟这样的学习是不是最有绩效的？那我们很希望用这个完整的呈现，一方面从校园启动，一方面也要直接先贡献给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回馈。那最后，我想它是一个新世代的不一样的社会意义跟商机的展现啊！我们邀请所有的师生一起来参与，也希望有机会来看到它更大的这个。参与这届智能手表发表会，副市长甘顺泽也用医师过往的经验，强调运动的重要性。我们普通都有一个比较不正确的观念，就是以为运动是为了瘦身，是为了减肥的。所以当你的体重呢已经在适度的程度，你就不去运动。基本上运动的目的不是减肥，运动的目的是训练体力，而且呢，运动目的是把我们身上的一个肌肉的结构呢，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改变，就是从脂肪变成蛋白质。所以你运动完之后，人看起来比较瘦，但是你的体重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最近有人看到说我比较瘦，但是我体重是没有改变的。各位可以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运动了哈，就是运动哈。智能手表会当随时监控个人，亲像是走路的步数、运动消去的卡路里、困眠的品质甲时间等等，会当帮助民众朝向更加健康的生活迈进。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为了协助民众防治天高热，机关吕维印特别准备粗盐，放伫服务处免费提供民众领取。因为上过踴跃，第一批已经送了，所以上午搁再追加500公斤。为了给民众做回来有防天高热，医院吕维印特别开放民众到伊服务处免费索取粗盐，让民众会当压伫水沟啊，也是厝的附近容易积水的所在，以杜绝解决的滋生。你第一批500公斤的粗盐，伫无到1礼拜的时间就发放完啊。因此，上午再补充500公斤，提供民众免费领取。这个登革热问题其实在去年也造成了很多民众跟市府之间的困扰。那赖清德市长在今年也早已宣布说，登革热的流行已经进入流行期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一开始准备了500公斤的粗盐但是陆陆续续500公斤一下子大概3天左右就发完了，所以我们陆陆续续一波又一波的，那每次都准备了500公斤来提供给民众做索取的动作。因为大家都知道，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必须在相当清洁的环境之下清水里面才有办法产生结节，才可以生卵。那所以呢，那我们用粗盐，那如果把它撒在水沟或屋后沟，那一般容易积水的地方，那这样它的这个水质就会产生盐分，那就会破坏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那个热扔这个环境，所以我们才想出这个方法。民众只知影这个消息，拢来到服务处提粗盐，被登去压伫主体附近，较无好清理，也是较容易滋生病媒网的所在，希望达到防疫效果。这2天下雨，然后我们台南市我们社区旁边真的太多蚊子了，然后呢，听到那个李议员这边有在发粗盐，所有的邻居全部都来找我，拜托我帮忙。我们盐大部分都放在那个采光罩的那个水槽，还有水沟的周边因为我们那个水沟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水，然后我们有种植一些植物，都会有很多的蚊虫。
然后这个盐下去了以后，就整个社区就比较不会有蚊子，也比较不会有虫。议员吕维英表示，去年天高热已经严重，今年佫提早出现天高热压力，所以今年必须提早应用。伊呼吁民众除了用盐增加水中的浓度以外，上重要的是主动清除助生源，这是防治的根本做法。但新闻家山郭博义采访报道。中华日报4月16號舉辦70周年的社慶酒會，現場來了真濟貴賓。副總統吳敦義也特別到場，祝賀中華日報未來永續發展，迎接第2個70檔，場面非常盛大。中華日報創立於民國35年2月20號，報道風格相式平衡，在大台南地區擁有真濟忠實的讀者。16號這天舉行70周年社慶，現場客滿各界貴賓到場祝賀。副總統吳敦義、副市長顏順澤、議長李全教等貴賓，做伙為中華日報慶祝70回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生日快樂。好，謝謝各位熱烈的參與。我們請副總統吹蠟燭，謝謝。然後切蛋糕。民國35年啊，也就是台灣光復第2年。那剛才你已經講了，2月20號就創刊了啊，那是從南版出來啊，後來37年就出版北版，這是台灣第一份哈有南北雙版的全國性的報紙，而且屹立不搖。這第一個，第二個呢，也很重要啊，與時俱進啊，始終如一。你看《中華日報》到今天為止，還是一份放在飯桌上，從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孫子兒女都可以看，不會臉紅的報紙了啊，絕對沒有散射性。也絕對沒有胡說八道，這個大概是名言黨論最健康、最正確的報紙之一。中華日報呢，它不僅是忠實的報道非常多的情形，而且呢，它最主要是以南部為中心，所以在台南的政治人物，在台南許多關心台南公共事務的人，一定是要看中華日報。中華日報告訴我們很多東西，告訴我們怎麼樣去從事整個一個市政的建設，在這個地方特別感謝我們黃董事長所帶領的團隊，我們希望未來在經過第2個70年，一定還是跟過去一樣，忠實的報道台灣的現況、台南的現況。中華日報這種自給自足的經營的成果是個奇蹟，我們感謝這些朋友們給我們的鼓勵，我們不敢自居，但是的確，我們這個報紙呢，在內容上，我們擔當得起是一份優質報紙，我們的新聞詳實正確，我們的言論也言所當言，言所應言，所以呢，在經營上呢，也能夠維持與時俱進，日日新又日新，所以我今天在這邊要謝謝中華日報在漫長歲月裡面所有的前輩為這份優質報紙所做的貢獻，我們也要感謝廣大的讀者跟社會大眾對我們長期的支持、鼓勵跟鞭策，讓我們能夠善盡我們的力量，做到一份優質報紙應有的社會責任。想要知影天下事，有人會看網絡，有人會看電視，但是有部分的族群也是習慣看報紙。中華日報深入了解地方大小事，甚至媒體責任，未來持續以多元深入的報道，讓市民會當深入了解生活周遭發生的大小代誌，讓70年的老招牌會當持續發光。台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有關節馬上轉來新聞現場。
车哈？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1805年全国飞环母爱奖4月17号伫台南大学雅音楼举行颁奖典礼，这是由欢喜希望社会福利基金会、台南市妇联会甲中华日报共同合办的，总共表扬全国16位飞环母亲，鼓励因无平凡的感人事迹。母亲伫家庭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全国飞环母爱奖已经接续举办7档，目的就是要表扬照顾厝内有身心障碍者飞环的母亲，期盼社会会当互因更加侪关怀甲鼓励。7档来，全国得到飞环母亲奖的总共有128位。今年度的表扬大会4月17号伫台南大学雅音楼举行。16位来自各县市伟大妈妈接受表扬，现场温馨感人。我们这个飞环母爱奖已经举办了7届，我们所有的得奖人总共有128位，那么可以说在主办单位的策划，在辛苦的经营及努力下。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下，还有呢，中华日报以及其他的各报、电视媒体的报道下，我们可以说，所有受奖人的爱心已经传播到台湾全省的各个角落。这个可以说，这种爱心可以变成建构台湾社会的重要的基础。那今天，所以有这些结果，都是要归功于大家的努力，归功于社会各界社会人士的热烈的响应，来共同参与这个行善扬善的活动，才有今天的成果。全国飞环母爱奖是一项行善扬善的公益活动，透过表扬将这伟大母亲的母爱传达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建构一个正面良善社会示范。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福冈县南台北医举办安乐甲妇幼系列讲座，为4月4号开始，一直到5月1号，每一天邀请社会各界名人担任讲师。4月15号特别请来前市长柯添财办公室主任范思云来甲大家做分享。南台北医安乐甲妇幼系列讲座4月15号即天的主讲人，邀请前台南市长柯添财办公室主任范思云，甲大家分享伫生活当中面临考验的时阵，爱提起勇气面对困境。会中用趣味的语言，也有影片甲观众交流，更加用自身的经验分享过去伫台北企业界任职的时阵，被前市长柯添财挖角到市府服务的经历，向大众讲解家己的勇气拼图。那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市长室主任应该都是服务处，跟着立委服务了很久，然后立委选了市长。然后这些服务处的主任可能来当主任，一般都是这样，或者服务处的助理。结果我从企业界来，我什么都唔捌。然后我后来我就问许市长说：“奇怪，我大人拢唔捌，你来叫我做办公室主任嘛？”伊讲你都不认识，所以你没有包袱。他说第二个，我看你不缺钱，所以我觉得你操守比较不会有问题。
他说第三个，你从企业界来，希望注入企业的精神。我讲哦，你莫搞我小孩，我孩子有够凄惨的。你知道吗？我当这个市长室主任啊，我每天啊，我就把小助理排最前面，我排最后面。然后我就告诉助理说哈，这个有人进来，你们一定要大声的叫。哦，我在后面就听到了。所以啊，那时候我们陈廷辉、陈立伟，他就是陈议员，然后他们就说，我跟他讲说你们要冠姓哦，我才知道他是姓陈。然后他们就说陈议员你好，我就好像特种行业的小姐哈，我就拿着名片，陈议员你好，我是市长室主任，请多指教。然后那个陈议员走了以后啊，我就在笔记本写陈议员很年轻，哦，看起来很能干，很能够做事。然后我就回去就他的照片就一支笔，然后就把它记下来。安都甲妇幼系列讲座为4月4号开始，一直持续举办到5月1号。每一天邀请社会贤达分享各种正面的主题，而且是唔免费用的，只要线顶报名地点参加。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网查询福冈山南台北医院网站。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原大学大众传播学系105级艺术创作组毕业展，将平面、影像、戏剧创作等作品，用无同款的方式，呈现出大学4档伫学校的生活经验甲人生的观点。透过镜头，带大家做回来看卖。各位老师、同学，在场与会的贵宾，直播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我们是长荣大学大众传播学系105级媒体艺术创作组。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到来，原创毕展即将开始。随着毕业期愈来愈近，各校陆续开始举办毕业展。中原大学大众传播学系105级艺术创作组毕业展，17号伫望仔堡青年旅社揭开序幕。上大的特色就是用学生角色无同款的媒材创作，希望甲各地人分享每一段故事。另外，还有舞台剧演出，展现出青年创作热情甲才华。对于创作的这个领域，你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坚持下去。好，唯有坚持，然后努力，好，所以一定会有成果的。那当然，不同领域，我想都是一样，必须要找到你的梦想，这是最重要的。那这一次呢，其实特别我要感谢那个梦仔埔的老板哈，提供我们这样的空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还有就是策展的同学心柔，还有我们这一组其他同学同力合作哈，试着在这个小的有别于一般展场空间里面，发展出一些新的创意的形式，除了静态展览，还有一些各种活动配合的方式哦。所以也希望来参加的来宾、老师或是其他同学们能够尽情去探索，然后也希望你也可以给我们同学们一些回馈。这个毕业展期为4月17号到4月29号为止，希望用独特的艺术创作，展现年轻世代软实力。欢迎市民踊跃前往参观，或者少年人打气。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总部位于挪威美味集团，是全球上大的鲑鱼供应商。该集团首创的品牌，伫南台湾的第一间专卖店，伫顶个月25号进驻百货公司气温温到单，受到好评，所以选定18号正式开幕展出。互南部消费者也当吃到现烘现做、台湾做法的鲑鱼料理。全球上大的鲑鱼供应商美味集团伫亚洲首创的品牌美味鲑鱼，将专卖店的概念引进南台湾，首次就选定有美食之都称号的台南驻店，会当讲是真有指标性的意义。而且台南的分店也是第一间有透明厨房的专卖店，所有餐点现点现做，卫生看得到。我们会发现是说，现在所有的餐饮，其实消费者很多他们都希望知道食品的安全。那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自信，所以说我们才用这种开放厨房的这种方式，让消费者可以看到说，它不只是真的是美味，它也是真的是卫生安全的。该品牌采用一条龙式的经营方式，为原料到加工拢是家己来，对产品的制作过程管控相当严格，就是要提供消费者上安全的海产品。
最主要，因为我们所有的鱼都是自己公司生产的，所以说我们从最早生产到进台湾，进自己的加工处理厂，到进自己的店，完全都是自己公司一贯性的在控制中，所以说它的品质跟它的鲜度都是我们自己可以保证的。那如果说在外面的鱼货的话，通常他们会经过鱼市场的再去批发、再拍卖的话，那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它的鱼的鲜度，或是说它的来源是在哪里。所以是美味的话，我们可以100%的有它自己的认证。开幕动工，业者搁伫遮从挪威空运来台6公斤重的鲑鱼送到现场，由2位师傅特别点烟开鱼秀，表现精彩的做法。同时伫动工11点到12点，民众只要甲吉祥物做伙翕相，传到官方脸书，经历10名可以当免费品尝炙烧鲑鱼握寿司，所以现场也请不少民众到遮食美味。但新闻架山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10分，维持好天的天气，温度22度到28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高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4月18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